這裡依然保留着殖民時代的氣息，靜謐、古老，卻又鄰近喧囂的首都。街巷中充滿記憶如時間的氣味，這是孕育痊癒的完美土壤。資料顯示，Keoyowagon 也有足於自己的 Aniwala 拿瓦拉，這並非普拉布拉的複製品，而是一種地方性的信仰。一些故事描述她是與大地和祖靈相連的女性，另一些則講述更為黑暗的事件。有一則故事提到，一個男人懷疑妻子從事巫術，便偷偷跟隨她。那天夜裡，他看見她卸下雙腿，化作一團火球，飛入夜空，火焰劃破夜色。那一刻的恐懼，足以銘刻一生。另一則傳說中，命女只能化為巨犬，襲擊孩童，吸食他們的血。